今天是中秋节，明天就是918。如果专家用这组数据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年放假只放到17号的当天，我想我们都可以接受。20多万中国的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，3500万余名的咱的同胞在抗日战争中伤亡，800余万的中国劳工被日军强掳，还有930余座城市被日军侵占，3000多万吨钢铁，5.86亿吨的煤炭，还有就是1亿立方米的木材被日军从中国掠走，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。想想这组数据，4200万名难民无家可归。14年中华儿女浴血奋战，铸成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倒的长城。我们不敢忘记，我们不能忘记，我们不会忘记。